来看立法院的卫权委员会早起审查为数位医疗发展条例草案，针对开放同性医疗，基层的诊所医师是真反弹哦，因为讲违反分级医疗的精神。卫生福利部部长施世元是强调讲会继续甲医界来沟通，上计后礼拜会来公布同性诊疗的相关办法。偏向离岛地区的民众，若是身体无爽快要看医生，敢若是坐车就要几落点钟，才有法度到市区看诊。有立委讲，全国有75个乡镇，和卫福部列做医疗资源欠缺的地区，其中敢若新立县就6个乡镇，所以有必要爱上社会医疗开放同性诊疗的服务。像这种地方也许如果能够用这个远端的这个数位医疗来给他协助。最少比现在好啊！他现在都没有医生啊。不过，基层的诊所医生认为，医病关系是建立在咧当面诊疗，同性诊疗应该是特殊的案例或者是紧急的情形，譬如讲新冠疫情期间，以后若是变做常态，那呢人力甲财力拢较大的大型病戏，恐惊会甲规个医疗市场拢争去。偏远地区的民众来用同性诊疗了，较无去诊所看医生，也违背病人伫咧社区照顾的分级医疗的初衷。所谓的医疗要怎么样去真的去改善品质，而且能够去协助医疗的公平性。但是什么样叫做特殊？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在修法的在定法的一个定这一办法的一个思考的方向。那简单来讲，就是它要提供可进性的医疗。卫生部长施世元强调，医疗界基层诊所会担心，会继续沟通，针对疑虑的部分，会让大家讨论，提出相对应的配套方法。按算上近11月中会对外公布同性检测治疗办法相关的细节。记者综合报道。